这个特色游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它是用军事为主题的一个公园，所以说它整个在施作包括的过程当中，细腻度就要比较高一点。那总共我们用了1500万，接下来我们有特工盟相关的一个团体来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设施的一个体验，然后也经过蛮多人的一个游戏玩的以后，认为这个游戏其实是非常符合在地的一个文化跟在地的一个工程。总共我们有投入了将近6亿1000多万元的一个经费来施作，会在黄市长的任内能够将整个一个特色公园能够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完成。那希望未来我们朝着到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特色游戏公园。为什么会建立这样军事的公园？因为这个是以前建村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考量到我们施作这个公园，就是从我们以前建村以前这个是陆军比较多。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看来有碉堡有那个钢丝网那整个构想是根据这样的构想。最主要有分大概5大区域，堡垒游戏区跟工兵车，还有我们的军事涵洞跟我们的500障碍，然后给小龄朋友的一个秋千游戏区。那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些结合一些军事训练像攀爬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挑战的特色。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检查。检查声明检查。平时园区原来是一个平时营区，有的军方的营区。那我们经过重划之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新的这个公园，我们当然是要以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主题为这个目标。相信很多亲子之间对于台南市的第一个军事特色的这个公园一定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有交通特色的公园，有军事特色的公园，还有其他许多特色的公园都能够展现那个地方的因地制宜能够建构一个适合亲子共游共融的一个游戏的场地。6时广播，欢迎收看9月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根据统计，目前台南市老人口已经突破2成，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其中预估失智人口到3万人。市市府为了响应9月国际失智月，卫生局特别会同社区病院等单位共同办理一系列的活动，用关心提问、理解加陪伴，希望真心打造台南成为一座友善失智城市。台南市高龄人口快速增加，目前已经有35万人，预估到3万名失智症患者。为了让大家明白失智症带来记忆退化加生活影响，对患者加家属拢是沉重的考验。所以市府配合9月国际失智症月，会同社区各大病院，对9月5号到21号将举办8场大型的系列活动，要民众知影关心失智不是口号，台南有实际社会资源加医疗成为患者的后盾。特别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嘴巴上的关怀，能够有什么样社会上的资源，能够提供失智症患者的协助，让他们家人减轻负担，那能够这个快乐终老，那这很重要。因此特别一起来关怀。那也希望说今天感谢这么多医疗院所的负责人，也感谢这么多社区的经理一起来在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内，或者在医药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关怀他们，减缓他们失智症的那个恶化的速度。今年活动内容相当多元，有电影欣赏、舞台剧、联名展、庙埕的参观、友善市场加博物馆的市集，和市民在参与过程当中实际体验生活当中，麦当支持失智者的力量。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
随着人口老化，失智症已经成为真重要的课题。台南市立病院为了响应9月国际失智月，嘛进一步推动台南失智优先社区，来邀请在地店家示范麦德饮食的创意餐点，要让长辈食出脑健康。9月7号，嘛将伫水高社园区举办美食市集，后面将伫游戏活动当中建立捌失智症。由台南市立病院结合有线店家所推动的 My Diet 麦德饮食，就是强调亲绿色蔬菜、坚果、豆类以及鱼类等类似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因为研究证实，这款食食会当降低失智症风险，所以社会服务部特别来到会所长期照顾中心来推广，并邀请长辈来试食当中的创意点心，希望让大家食出脑健康。因应国际失智月的到来呢，我们台南市立医院结合了我们的在地店家，我们一起来制作所谓的麦德饮食。它的理念其实是从我们的德蔬饮食跟地中海饮食的理念来做更进一步的进化。那其实它讲求就是所谓的在地的蔬果，当季的蔬果，我们透过这样的料理的制作跟营养的取得，可以来降低我们的失智的风险，因为这是有经过我们的实证医学。随着人口老化，失智症已经是相当重要的课题。市立病院为了响应9月国际失智月，9月7号将伫水高社园区前举办参观美食市集等活动，要让民众对游戏活动当中更加认识失智，甲社区共同打造温暖安心的个人优先社区。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一间5星级饭店，对今仔开始推出马来西亚美食节，邀请2位首都的星级总铺师，拢相当的地位甲影响力。因将推出超过20道正统马来西亚的美食，对核选世界上榜的菜单到街头灵魂料理，拢做一摆呈现。位伫台南市后火车站这间5星级的饭店。9月份推出马来西亚的美食节，邀请2位吉隆坡、香格里拉的星级主厨来客座料理，推出超过20道的南洋料理，有登上世界美食榜单的全国第一美食人当牛肉、17鹅肉世界最佳的早顿椰浆饭。以及马来西亚的街头料理，加点家常菜定。我们会在这个餐厅推出期间限定的马来西亚美食节。那这次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姐妹饭店的2位客座主厨，从吉隆坡香格里拉饭店，那带来非常经典的国际榜单推荐的料理哦，以及他们在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以及家常的一个佳肴。那他们这次总共带来超过20多道的料理，每天会在我们的远东咖啡厅午餐及晚餐期间轮番供应。那我们在南部的饕客10家，在这段期间都能够吃到原汁原味的马来西亚的料理。那包含很著名的人当牛肉，那还有许多的凉了，还有所谓的拉萨，这些经典必吃的，就在这段期间在10楼远东咖啡厅期间限定。2位客座的主厨沙菲里，专精正统的马来料理，当年负责马来西亚的方式，甲着重要的国宴设计，甲着主食。而副主厨阿里，则拥有14档的厨艺经验，而且曾经得到2019年世界厨艺锦标赛的金牌。2位嘛伫现场示范料理马来西亚的炒面，甲着凉拌的系列。Festival and eat with our family. Yeah, like the Malaysian festival like that. 基本上这个菜是很家常会炒，但庆典会特别用，当然就特别用这个海鲜的不一样的价位的海鲜啊，看可以抓成神秘的酱汁啊，有黑酱油、蚝油等等的酱油，然后就可以上台了。
这20外道对街头的小吃到登上世界美食榜单的经典佳肴，到马来西亚家庭餐桌的温暖滋味，有沙爹串、咖喱拉沙丁。对今日起到9月21，将伫个街饭店的10楼自助餐轮番来上桌，欢迎介意南洋美食的民众千万袂用来错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顶个月27号，台南新港3湾新天地食地普渡，有民众看到业者将准备好兄弟的纸厝大变以后才烧，影片一传上，引发网络袂少的讨论。有网友提笑，好兄弟的讲耐烧废墟互我。对此，民俗专家表示，这种行为对好兄弟无够尊重，甚至可能构成侮辱。旧历7月普渡期间，台南新港3湾新天地除了准备各种贡品之外，还佫有纸厝要予好兄弟。也毋过这一摆结束了后，煞因为经路伤细用，竟然直接把纸厝打好烂佫烧，规个过程予其他路过民众翕下传上网络，引发热烈讨论。我感觉好像不大恰当嘛，这样的东西。到那另外一个世界也是一样，不要有什么缺失嘛。亲像是安平灵济殿上出名的古白祭，一条白布收落来，才无主孤魂，两边准备男童女小会当洗身躯换衫。边啊，还佫有大树爷维护秩序安全，佫高级小看，还佫有限人数提供临时休困的所在，而且可以结束了后，才用纸做的用品，通常爱连纸钱做伙完整烧化。原则上，阮是要完整做伙去啦。若是拄啊有无细腻用破去，阮爱佫随甲补起来，算互规个完整去。伊若有啥物？较袂讲伊的厝啦是啥物吼有破损啊呢啦。没有火化之前就把它拆了，已经4分5裂。你看这样好兄弟会高兴吗？这分明在侮辱好兄弟好姐妹。民俗专家指出，一般中原普渡只需要准备罐头糖仔饼就好，纸厝是烧予往生者，就算是烧予好兄弟，嘛应该爱保持完整。虽然只是民间习俗讲法，也毋过普渡过程本质上是表达对先人的缅怀甲敬意，也佫是爱抱着尊敬的态度，保庇平平安安。台南新闻社派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财政部南区国税局表扬114年度使用统一发票加电子发票的绩优营业人，以及优良电子发票价值服务中心。今年总共有83件获奖，希望共同打造先进的税务环境。为鼓励营业人诚实来开立统一发票，或者是使用电子发票，而且开立的分段发票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财政部南区国税局2号下午特别颁奖表扬114年度绩优的营业人，以及着优良价值的服务中心。今年总共有81件使用统一发票加着电子发票的绩优营业人，以及2间的优良价值的服务中心获奖。今天是本局举办114年度台南地区使用统一发票以及电子发票绩优营业人以及电子发票价值服务中心的优良这个业者的一个表扬活动哈。那非常感谢这些业者诚实纳税诚实开立发票，而且呢推广使用电子发票。那使我们的整个统一发票制度越来越好。那其实这些企业呢，不但诚实纳税，事实上它更尽到了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也顾虑到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呢，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以这些企业作为典范，我们共同来推动发票制度。南区呢，本次使用统一发票那优良的业者总共有53家。那至于电子发票优良的业者有28家。
总共有81家哈。那这81家呢，其实南区的辖区总共有14万2千家的企业，所以81家占这个14万2千家呢，比率是5.7%，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局长表示，南区国税局的辖区对嘉义以南，包括平湖，使用统一发票加电子发票的营业人，大约有14万2千间。这届核选的83间，会讲是1万个才选出一个。另外，伫个电子发票哪来哪普遍，电子发票的价值服务中心嘛扮演关键的角色，唔定协助企业来降低营业的成本，提升行政效率。另外嘛，为推动数位化的发展，贡献了不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知名瑞士咖啡品牌甲台南精英酒店合作，找来青基总铺师，将富盛的风味结合咖啡香，特制5项的早顿。其中竟第一摆出现将浓缩咖啡加入打面，到底是什么款的风味？做回来了解。熟悉的猪五花以日式照烧与炭烤手法搭配意式经典咖啡，替家常风味增添一丝优雅。连香滑炒蛋也淋上咖啡荷兰酱。更特别的是，这道以浓缩咖啡入汤头的蛋仔面，还有2道甜点，都是以咖啡为元素。我们就把 espresso 的咖啡融入在这个里面，然后呈现出来。因为我听说台南人比较爱吃甜的，所以我就特别做一个台南人最喜欢的甜点。咖啡不管是可以搭餐，或者是甚至可以入菜，都可以带给台南精英的接下来的住客的消费者都能够享受一个料理加上咖啡的一个很多层次、很有趣的一个咖啡体验。看准近70%台湾消费者在早上有喝咖啡的习惯，品牌业者与星级主厨将咖啡融入咸食当中，希望咖啡不只是早餐的饮料，还可以结合各地菜肴。台南精英酒店也迎来11周年庆，这项计划不仅是品牌合作，更是一份献给家乡与旅客的贺礼。这样的相遇哈，我自己很喜欢，可能在料理里面，喜欢偷偷的加一些 whisky 啦，或者是 sake。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如果试着把咖啡融入菜肴或是甜点的话，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撞击？多元风味的咖啡胶囊融合在地小吃文化，每一道菜不仅能闻到烘焙、谷物与可可香，更巧妙展现咖啡料理的特殊风味。记者邱海棠的报道。迎接中秋，唐氏症基金会今年所发表的中秋礼盒，用环保的包装、在地农产加结合庇护工厂所制作概念，希望为身心障碍者创造更较侪就业机会。而且今年嘛特别邀请艺人杨锦华来担任公益代言人，呼吁社会大众做伙来支持。糖心宝贝舞蹈班的糖宝宝们以自信笑容和充满律动感的舞姿为记者会揭开序幕。唐氏症基金会发表2025暖月糖心中秋礼盒，公益代言人杨锦华惊喜现身，分享与糖宝宝拍摄形象影片的暖心互动，并推荐今年主打的中秋礼盒，兼具美味、公益与永续，无论送礼或自用都非常合适。其实算是第2次嘛，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就是糖宝宝们，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次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善良，然后很真诚，然后甚至他们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常常好像会因为很多外在的因素而分心，可是我觉得糖宝宝们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他们就会很专注，然后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我反而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了这个，对。然后当然还有他们的很活泼，很有礼貌，对。然后就是不管在拍摄的时候，会有跟你很直接的互动，至于比如说他们的部分完成之后，他们又很有礼貌的会说锦华姐姐再见，然后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等等。所以我是觉得
我非常很喜欢他们。知道这次的礼盒有非常多的口味，就是有一个叫蜜香红凤梨酥，对，还有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的洛神花茶饼干，还有台茶18号。哇哦，我觉得这些是我可能平常，比如说像脆脆黑米香，或者是洛神花茶，我们可能只喝到，但是没有吃到饼干。对，还有台茶18号也是平常不会吃到的。对呀，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饼干礼盒，它是一次都可以拥有到的，对，一次满足哈。今年全新设计的3款主题礼盒，以山、流水、植物象征守护、柔韧与祝福，采用通过 FSC 国际森林认证的环保纸材，并采用大豆油墨印刷及物油涂层，兼顾美观与环保，并选用台湾蜜香红凤梨酥、洛神花茶饼等本土食材制作。另外推出时尚且纸袋，展现与土地共生的精神。董事长林正霞指出，中秋礼盒是基金会重要的募款来源，近期经济波动影响捐款，更需要社会力量相挺。在台湾，总共有3万多户的糖宝宝。台南基金会在全台，从宜兰到高雄，包括到外岛马祖的4乡5岛，总共有大概80处的服务的一个据点。那基金会的服务从还没出生，其实我们就要服务。到早疗，然后到孩子进入了学校，然后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在学校能够也可以安全或安静的在跟其他互动学习。那孩子毕业之后，可能面临了很多孩子要到哪里去，要就业或者要安置，甚至孩子老了或爸爸妈妈老了，那孩子未来何去何从？那这些都是基金会每天在服务的一个范畴。那每一年的中秋节，事实上都是基金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坦白讲，对我来讲是压力。今年我们依据大概要募大概8000盒左右，所以等于是有8000个家庭，就弱势的家庭需要我们在中秋可以送他1盒中秋月饼，让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的在中秋的时候，他可以吃月饼，然后还可以聊天，可以一家团聚。在这边真的要拜托大家，虽然我知道景气不好但是经济不管多么不好，我觉得做善事或做自己觉得应该来为社会大众或弱势家庭付出的这个心力千万不能少，因为这几个月其实我们基金会的募款事实上是一直往下，这个是我非常的担心那因为基金会每一年对外募款要1亿多，所以我每次起床的时候，我都眼睛张开之后，觉得那个压力非常非常大那就请大家真的能够帮忙。唐氏症基金会中秋送爱计划，民众可以透过便利商店与购物网认购礼盒，由基金会转送给弱势与身心障碍家庭。即日起到9月26号，特惠价399元的秋月暖心送爱礼盒开放响应，也欢迎企业与社会大众购买爱不啰嗦中秋礼盒，不只是佳节好礼，也是守护一份希望与梦想的实际行动。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高雄市环保局对2013年开始设立自动资源回收机台，并且以回馈的点数方式来实施，民众使用率达当增加，相对嘛大大提高资源回收率。所以有议员嘛建议应该甲社区活动中心或是关怀据点结合，进一步扩大效益。
小小宝特瓶投入这座机台，不只能够换现金，也可以作为卖场折价抵扣。高雄市环保局近年来积极设置自动回收机，据统计，去年度就回收了超过506万只瓶罐，更是发放了约126.5万元的奖励金，成效惊人，同时也成为民众赚取小确幸的存在。因为可以小朋友很喜欢玩了，都可以投。然后又做环保这样因为这个就是很方便啦，因为通常是小北、全联、家乐福那些都有这样子，就点很明显知道在哪里这样。来投的话，那有时候偶尔在那个小北百货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些些微折扣，觉得还蛮划算的。一方面环保一方面也有那个拿到一些回馈金，可是很长，就是说整个都满了然后可能要再跑更远地方所以会觉得说，如果有多设站点的话，可能比较方便这样。而环保局为了节省设置机台所造成的巨大开支，也持续与民间业者合作，推出不止回收瓶罐类型的机台，更设置有电池回收，让民众使用更方便。为提升回收机使用效率及降低成本，环保局自113年起采以租代购方式设置6台新一代回收机。统计近3年回收量，113年是近3年新高，令环保局同步辅导民间企业自主设置回收机。于112年由超商设置16台回收机，今年超商回收机已增至28台。截至114年7月，高雄已设置约130余台回收机，但也有民众反映机台过少，时常会出现饱和无法提供服务的状况。议员也提出建议，地球只有一个，民众呢对于整个环境保护的观念呢，其实意识都很高涨的。那所以呢，智能回收机的政策推出之后呢，成效非常好。那其实呢，我认为未来这智能回收机应该要更普及化，譬如说跟社区的活动中心进行结合，在区里民众可以进行活动的据点，或者是一些关怀西据点等等的场域呢，都可以放置这样智能回收机，让民众平常在社区进行各项的日照活动的时候，都可以把家里的需要回收的物品呢拿到智能回收机。随着环保意识抬头，民众逐渐开始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但如何更进一步提升民众回收意愿，也成为接下来该面对的课题。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感谢收看9月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木佳，咱再会。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怎么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心智，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
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